国立中正大学有设计一种老人的运动游戏，这时代伫咧校园内面用手机扫 QR code， 行路去找后一个点，行路的时间、行几步等等的资料，拢会自动传到线顶记录运算。逐个月还有奖励，要来鼓励这个时代更行出户外振动，也会当了解家己的体能状况。用手机顶顶的数位识别扫 QR code， 根据指示行去校园内后一个地点。运动的时间、行几步等等相关的资料，拢会传去网络顶面做记录。国立中正大学配合国民健康署的计划，结合科技甲运动，要来向家机关推广。扫一下 QR code， 然后呢，我就已经这个资讯，我们全部云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它这个科技的这个部分，直接帮我们计算它的步数啦，目前它的名次，那我们每个月还会颁奖。家机关政府表示，目前县内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是17.26%， 2060年暗算会到71%。为了推广老大人运动的风气，计划第一站设立面向的中正大学，配合学校的专业知识，提升时代运动的效率。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以后，也可以去了解个人你的运动量，那还有你自己本身的体适能如何。那透过我们专业老师来做个别化的一个运动设计。我们很希望运动了之后呢，身心健康之后能够呢更多的贡献，能够老有所用哈，然后能够带动呢我们区域的繁荣。中正大学指出，目前这个示范场域在中正大学内底，暗算配合产业、政府甲学校的资源，推广到家机关18乡镇，希望增加时代出门运动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